我表妹莊月明係舅父嘅掌上明珠，1932年喺香港出世，家境好，卻冇半分驕縱。佢中學讀教會名校英華女學校，之後考入香港大學。1961年攞到文學士學位後，又去日本明治大學讀商科。我14歲老豆過身，停學做嘢，夜晚喺工廠加班到深夜，總能見到佢喺鐘錶廠門口等我，仲將佢嘅商業筆記遞過嚟。阿成哥，以後做生意用得上。嗰陣中南已經唔同往日，50年代尾喺西灣河開第一間廠做鋼料錶帶，變成香港第一批鐘錶生產商，仲喺中環德輔道中買咗5層大樓，集埋裝配、批發、貨倉於一身。青梅竹馬嘅感情喺日夕相處中慢慢濃厚。不過舅父起初覺得我一無所有，怕委屈咗月明，直到月明年紀越嚟越大，先至鬆口。1963年呢，我35歲，月明31歲，我哋喺香港結婚。婚後舅舅嘅支持成為我事業嘅重要助力。佢唔單止將莊家資本注入長江實業，仲靠住自己嘅商界人脈為我牽線搭橋，幫我攞到關鍵資源同資訊，先有後來收購黃埔嘅機會。月明亦都成日陪我跑業務，用明治大學學到嘅商科知識分析市場。港媒都叫佢做李超人背後嘅女超人。80年代香港地產迎嚟黃金時代，我嘅生意亦都越做越大。我登上華人首富位置嗰陣，月明卻慢慢淡出公眾視線。1990年元旦前夕，佢突然嘅心臟病發過身，年紀先至58歲。外界謠言不斷，但只有我知佢生前身體一直唔好。之後我用200萬港元翻新屋企，只係想留住佢住過嘅痕跡，卻被人傳成風水鎮魂。呢啲閒言閒語，我從來冇想過解釋。